后来继续要来讲这个早期的鼎，若是迄种煮食袂掉鼎的，拢用来抹一定的化学物，叫做全氟乙烷磺酸。因为这种的化学物对身体有败害，联合国已经列管。咱的环保署为着要因应着国际公约，嘛要正式把这种的化学物列为毒化物。也就是讲，打来除了研究、试验甲教育的用途之外，全面禁用。讲目前全台湾还有6间的机构合法咧使用这种的毒化物。欧巴桑妈妈电煮食功夫，爱用这种袂黏鼎来炒菜，互菜色看起来水阁好吃。不过早期这种袂黏鼎，这内底可能有全氟己烷磺酸和其他盐类相关化学物，对人体有败害物质。有人称为是永久性的化学品吸入这个人体的时候，那排出就会困难，而且要时间很久。这几年，联合国真注重化学物对人体影响，已经把全氟己烷磺酸特别去消毒的清单，为着对着国际环保署的首长有关毒化物相关草案，将全氟己烷磺酸列作是毒化物。它会干扰我们体内内分泌的表现，长久你吃到这种 PFAS 的化合物的话，它可能会有甲状腺功能异常、心血管疾病，它也会增加罹癌的风险。除了袂掉鼎的胃啊，全氟己烷磺酸过去嘛常常使用伫咧防水衫裤、食品包装纸、消防泡，或者是洗肠、电子级的物件。不过现阶段过来严格禁止，无业者伫咧使用，敢若用伫咧研究、试验和教育，有6间研究机构各有伫咧使用。那我们国内呢，目前是没有直接拿这一类的化学物质来做成刚刚那些的一个产品，会有一些标示，标示上的成分它也会有一些提示的警语。另外，环保署嘛针对高度无达到0.01帕的全氟辛烷磺酸、全氟辛酸等化学物，做出更加严格规范。草案议过了后，上紧伫咧年底前正式实施，保护民众一个安全无毒的环境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